伫起头，上帝创造人类来显出伊的疼，搁互因得着疼。为着安尼，伊选择即个上伟大的创造，总是人类却无选择伊，一摆搁一摆因离开上帝，总是上帝却无放下因，伊继续互调因，不断地疼因。行伫黑暗中的百姓，看见大光，徛起伫死灭地下，有光照因。因虽然行伫黑暗中，上帝变是，却又原记伫伊是真光。因就试用家己的方法，要倒转去归向上帝，总是因无法度。因伫其痛苦中，因就向上帝提靠嗷叫。上帝听见因的声，伊就做一个计划，因为人类无法度去到伊的所在，伊当要亲身来到因的中间。因为有一个婴仔为咱来出世，有一个囝守侍咱，伊要负担国政，伊的名要称作奇妙魔术，全能的上帝，永远伫地爸，和平的领军。Amen.